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你敢有注意到一条新闻？联合国通过了乌克兰提案，要来谴责罗西亚，但是美国无参加。国际社会讲到利益，敢会讲到价值甲道德？有讲无做，那当天的日头寒伫心内底。乌克兰敢会将此放马背，或者是特朗普另有善良的大计划？今仔日四位专家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徹。平林，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政大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連鳳儀。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政治評論員黃坤玉。主持人，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呢，資深的軍事記者郭鴻忠，連夜就到現場，咱先來關心美國跟羅西亞在沙特阿拉伯進行到外交首長的會談，無邀請參加的這西歐國家呢，真正不安，嘛緊急召開着峰會。法國總統馬克宏在美東時間24號，嘛去到美國跟美國總統川普來見面。雙方面針對着未來和平協議的過程，愛讓歐洲國家參加，還有派遣着維和部隊進駐到烏克蘭，已經有共識。其實，若有關心這個國際事務的觀眾朋友，可能這幾天會看到講，這個烏克蘭的這個總統吼，召開了這個2點外鐘的這個記者會，內面講得真白啦，吼，強要冤家，吼，這一方面哦，馬克宏啊飛去，率英國的這個首相也要飛去。我要先請吼，辛老師給咱解剖一下，這馬克宏呢，緊急呢飛去到遐，吼，而且其實有傳好啊，吼，講好雙方面呢，徛出來講一個聲明。伊敢有達到伊的目的，還是講我看伊安尼咧打伊的骹頭舞吼，感覺講大哥啊，你去啊，小拜託的，這我家己加的啦吼。老師你安怎看？看袂出來講有拜託啦，我川普這個人，你拜託敢袂一定聽你的吼，嘛無一定啦吼。毋過咱先為川普當選了後，伊講的代誌，伊的目標是啥貨來為頭來開始講啊。安尼較清楚，因為這個人伊的個性，伊的目標是啥貨？因為是當時定位 CEO， 伊對的可能是目標理想，伊想要達成，可能無插烏克蘭嘛，無咧插遮英國法國吼。咱知影講，伊咧當選的時陣，伊講24小時講要解決這個問題，早就過啊。後來講100日，100日當時呢，為1月開始，差不多4月差不多復活節。天主教、基督教復活節，大家攏期待講復活節同時羅西亞甲烏克蘭會在停火，大家攏歡喜，後來就是半冬，大家攏希望講是100日啦，毋過100日毋是講安尼講的100日，大家都停。第一個你愛看即馬戰爭的狀況，即馬羅西亞佇烏東，伊較有進展，好贏面啊！紅軍城嘛建也差不多，佇歐北部迄個烏克蘭占領庫斯克，閣是迄個小可所在。烏克蘭講我用這個所在甲你換，迄無可能，因為比例上過差傷濟啦，比例差傷濟。毋過安怎解決即馬占領這個所在，佮北邊這個所在這個問題，上愛得解決。第一個就是講，好，大家攏停火，攏莫拍，大家來談。毋過有個州吼，迄個羅西亞甲佔80%，有個佔70%，要安怎畫一條線，或者停戰線，還是緩衝區？就問題足大。第二個就是講，可能你畫這緩衝區，可能就是迄個羅西亞甲烏克蘭想要賣美國的稀土礦場所在，更加麻煩。你若畫起來，是講美國該派部隊，美國要派部隊甲保護。那你若無保護，烏克蘭要安怎甲這賣互美國？第三個就是講。
这边的安全向来保障。第一个就是美国派部队先选过伊的矿产，啊，第二个就是讲英国甲法国是安怎会走去美国要看川普，第一讲即件代志。啊，法国讲无问题，我会派安全部队。啊，即摆英国嘛讲伊会使。啊，第三个就是讲北约部队。啊，北约部队是无啥可能啦，因为你北约部队放伫遐，罗西亚部队哪个侵犯，就是讲北约甲罗西亚的直接的发生战争啊，好，所以这上麻烦。啊，第三个就是讲你拄啊拄着讲，联合国这提议，迄个川普那也无参加哦。咱讲国家甲国家的关系啊，无永久的朋友，敢若永久的利益啊。咱知影美国的总统，共和党甲民主党拢无啥共款，民主党想拜登较重视价值、人权、民主，啊，毋过共和党你看川普哦，生理人出现，伊着看利益，看最重要。哦，伊即马甲乌克兰讲，哎，你试图袂好啊，我过去互你的3000亿，啊，你爱照利息害我，啊。泽伦斯基讲，哇，那照利息，啊，利息8%，我借一箍啊，还2箍。啊，有种款代志，啊，讲无啊，你这是好我，毋是借我的。啊，迄个马克宏去含迄个川普讲的嘛是讲安尼，也讲哦，你法国嘛借侪钱乌克兰，啊，乌克兰嘛爱害你，伊讲无，我毋是借伊的，我会互伊的。吼，你着看讲无共的国家，伊对乌克兰的帮助想法都无共款。其实吼，咱看这个图表，你就知吼。事实上看起来，敢若美国上大宗啦，吼。但是美国吼援助的吼，军事的较多啦，吼。啊，真正钱的啦，钱项比起来吼，整个欧盟啊，甲德国、英国加起来，其实是超过美国搁较济啦。真正若钱援啦，会帮助啦，对，吼。啊，让欧洲可能也袂甲讨啦，吼，可能讨一时间嘛讨袂转来啦。一个国家武家安尼吼，你要甲讨吼，哇，无得甲伊会佫出现一个极权者吼。啊，毋过法国有讲吼，即个钱嘛，毋是讲法国、英国即欧盟国家出来啊，有淡薄仔是迄个罗西亚冻结财产伫欧洲，用迄个钱援助乌克兰安尼。啊，是安尼啦吼。我要请教着院长吼，院长你来看即个情势吼，当然啦讲。哎，这个伊就是企业家，伊即做 CEO 做惯势吼，霸道的这个总裁啦，伊才无咧管这个国际利益。啊，哪有一种可能是讲其实无，伊就是歹民恶心善，就是安尼才有通停止。真侪人有这种想法咯，就是讲这面遐恶的人哦，才有通真正停止着战争。无啊，大家吼，你像迄个法国甲英国。迄冬天的太阳啦，拍落去敢若真安尼，啊人啊微微，但心肝头是冷的，啊更加是冷。院长你安看？真好吼，这个民恶的人足侪，但是上重要减讲一个爱有实力，实力较是上重要。第一，伊是因为有实力，啊，伊即摆实力有实力的人，伊会使做乌面还是做白面，啊，照主持人来讲，就是讲伊要做一个乌面的，互大家感觉较恶的人，互大家拢会使。听伊的话啦，吼，啊，可能是啦，但是吼，即摆像较多心老师已经较多讲头前啊，我接落去讲，就是讲即摆谈判理论上，若是正式的谈判，应该是罗西亚甲乌克兰，啊，事实上即摆毋是，即摆谈判毋是嘛，所以即摆大家看到的是大国政治咧运作，啊，大国政治毋哪干啊，要处理即个。这个啥物乌克兰甲这个罗西亚的这个战争的问题，其实对这个罗西亚较有兴趣的是罗西亚甲美国这两个关系，伊要处理的是这个关系，啊，甚至会使改除伊的这个制裁，这才是上重要的。啊，会使先煞甲这个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的这个后煞甲结束，这是上好的。啊，大家其实。迄个罗西亚的目的真清楚，我是需要交美国来谈判，我爱的是这两个谈判的过程，互我感觉有大国的这个威望，带伊带国内哦，这个普京基本上会使甲伊的国内的民众讲，这就是恢复到当初对冷战以来美国、苏联、美国迄个罗西亚这两个大国，大家坐好平啦，吼啊，互相的这个谈判，这开始伊要爱，但是川普伊急啊。所以伊会讲啊，我2月底希望交这个
普京会使见面，意思就是讲两国爱伫咧2月底进程爱有结果，伫咧这个谈判这爱有结果，无你直接拖落对这个川普来讲啊。民主挂袂掉，就伊感觉讲啊，像较多迄个时间已经拢大概有测是100天啦，吼，来这个，所以伊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但是普京是较享受美国甲迄个罗西亚在谈判迄个过程，加是加谈判规界啊，迄个媒体加报规界啊，代表讲我罗西亚是大国啊，吼，所以你美国你有求，你爱有要求，对我有要求啊。这开始，即马这就是大国的政治咧运作啦。那运作了后呢，主持人有讲嘛，伊希望的就是伊的条件，基本上就是大家拢会使接受，啊，包括即个罗西亚会使接受。啊，罗西亚甲乌克兰两领导人较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对川普即种压力，即个泽伦斯基看起来有当时啊。讲话较无好听，哦，迄个白宫嘛直接就讲啊，即个无远见啊，无远见啊，吼，无就是讲伊连马斯克的讲，即个敢若泽伦斯基交即个白宫交即个川普的即个团队吼，基本上无法度去对话啦，吼，讲袂上的。啊，你像迄个普京，你毋管伊想要安怎，但是伊。川普的想法，伊基本上就是用配合的这个态度。你要讲迄个稀土，迄个乌克兰的，伊讲啊，我迄个罗西亚嘛足济啊，吼，啊，咱嘛会使来美国甲迄个罗西亚嘛会使来合作啊。但是讲你讲啥物，我就是叫你采迄个配合的这种，我就叫你配合。上重要是配合的态度，袂甲你洗面呐。哦，这真重要，因为川普这个人，你注意看，你也叫伊较配合的，基本上。还佫有啥物代志，还佫会使好讲。虽然伊也是足强势，但是有啥物代志也好讲。但是你也叫伊歹面，哦，歹势，伊的迄个条件就佫加起哩。啊，你顶解第一版的迄个稀土的迄个协定，甲第二版的就差足济的。啊，大家真济感觉讲，啊，啥那第二版的比第一版较严格。啊，真济人就讲啊，可能泽伦斯基这个讲话，还是讲伊的回应，敢若较无。加顺从这个川普的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就见小灯上去啊，就搁加这个协约搁变较严格啊，所以你看伊针对任何一个伊的对手只要你也是较顺从，基本上伊就好啦，就安尼过啊，后届了较搁。第二届较过来讲啊，但是你啊，即届无顺从，伊就歹势，伊就搁迄个条件就搁加落去。但是我看吼，即个2-3点钟的即个乌克兰总统伊的即个记者会吼，我会感觉吼，伊还是留一个空间伫的吼，终归尾伊还是扩张。院长你安怎看？当然啦，这已经拢一切拢不在伊手头啊。这谈判吼，基本上无一定是安怎，但因为根据你的对手，交你的家己的实力来做改变啊，无从一定啥物无这无师傅啦。但是重要就是你要了解你的谈判的对手，就是川普是啥物款的人。那你进前那确实有要这个有要答应，啊你还佫有一点仔意见，你最好是用私底下，唔通伫咧用。当面的，唔通伫咧媒体，也是当面的，互伊当初就是互伊当面歹看，甲伊洗面，安尼这毋是好的方式。你当然你有你的想法，你有意见，甚至你有反对，但是你会使私底下，你反正门关起来，你伫咧谈判当中，你会使表达你的意见，啊，伊就会转去迄个白宫华府，啊，伊听伊听爱看伊有啥物想看伊感觉会使无，看伊有想要接受你的意见无，但是你也伫咧。当面伫咧媒体伫咧呢，呛声。我感觉这就无法度去摕，因为伊也摕代表伊让步啊，伊的气势弱去啊，这毋是川普的这个风格。是，我的感觉是，伊也想讲，我可能从此无望啦，要去做总统也无法度啊啦，吼。啊，这我就是爱上无我做一个完人，吼，历史，吼，我。保卫、捍卫我家己的国家，我安尼做一个历史，我 OK。其他的吼，后手什么人吼，领导的代志啊，我感觉是讲哦，你看讲到安尼才是，我唔知这个坤勇兄你安怎看？你讲的是对的，哈，那个
一个政治人物哈，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有能力，手上有牌，他有权力、有实力的时候，讲一句话就够。那重要的话讲一句就够了。他会讲2个小时，就表示他没牌。好，他必须有音量，好，用很多的语言去填满那个空间。他空虚寂寞觉得冷。好，安内对吧？安内好。那么我们现在大家一直在讲说，川普好像在修理泽伦斯基的态度非常的明显。好，大家都很担心，自由世界担心说，你把泽伦斯基这么对卖掉，然后这种抗俄英雄把他打死了，你是不是要把乌克兰怎样怎样？我告诉你，美国人是有牌的，你要知道，现在各西方的媒体在报道，如果现在乌克兰展开大选，泽伦斯基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那个人叫扎卢日内，有没有听到这个名字很熟？扎卢日内是被泽伦斯基 fire 掉了那个总司令，一开始的基辅保卫战什么东西都是他打的，他打到巴赫穆特那个地方做那种大量人力消耗战的时候，他跟泽伦斯基的意见就起了冲突了，给挑出来。哎呀，然后他像后来那个谢尔斯基在打那个谁，打那个北方库斯克的时候，他其实也很有意见的。好，就是说，就扎卢日内，其实西方的很多将领是很喜欢扎卢日内。那你把泽伦斯基换掉，我就用这个人来换，所以他并不见得会一下子就把乌克兰给整个人卖掉，或变成一个什么亲俄总统。没有人敢打这种主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川普他其实之前在讲这个泽伦斯基，不管你再怎么讨厌，那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够做，他那个说泽伦斯基，然后说这个乌克兰俄乌战争就是你们挑起的，那这件事就是失言，不管他后面下了多大的一盘棋，你不能把侵略者，你怎么回复侵略者，怎么不要让他生气，但是你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那这个事情是底线，也就是说，所有全世界各方跳起来的原因是说，战后世界就所谓战后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战后世界，它有一个能够维系的一个基本规则，叫做侵略者就是有错，这个基本的价值概念，那就是这个是一直树立在那边的。那这个联合国为什么会存在？联合国安理会要做什么决议？就是谁是侵略者，谁先发动部队，那打别人，你就是错的。那我联合国可以发兵救，可以不发兵救，但是错的你就是错的，这件事情不能够处理掉，那不能够颠倒黑白。如果颠倒了黑白，整个的国际体系它基本的价值就没有了。我们刚才就在聊天嘛，对不对？就在讲说，自由世界的国际体系，它比较像什么？它比较像帮派，或者是什么天道盟啦，盟会。还不是竹联那种有系统的帮派，是那种盟会啊，各地方有角头，然后我有个大哥，可是这个大哥是什么？我要说服大家的，那我要号召众人，众人要服我，我才有这个大哥可以做，啊，所以这叫大哥。可是川普想象的是什么？不爱啊！我是总裁，那我霸道总裁，然后 you'll be fired 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他想象的事情是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可是他做不到，好，他做不到。那么，所以也有人在讲说，川普里面幻想的国际体系叫做雅尔达体系，也就是说，雅尔达会议的时候，好，2次大战最后就欧战结束了，撒公共的尊爽，撒爱公共，然后这个全世界就这样子搞定啦。那有一本书哈，以前我们念国际政治的时候，有一本英文书很有名，他都在写雅尔达会议，然后他那上面写的，他用的是人格心理学，他就弄了封面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烟灰缸，上面放了一支烟斗，然后一根雪茄，然后一根纸烟，他用那个3个人的人格心理学，好来描述说，看抽烟斗那个叫史达林，老谋深算，哦抽雪茄的那个叫丘吉尔，非常彪悍。好，每事就大小声，抽纸烟的那个就叫做罗斯福。好，性格有点急躁，然后根底太浅，就是一直这样子，一根接一根，一根接一根。好，然后
所以他就用这个心理学去描述那个雅尔达会谈的过程中间，罗斯福是怎么被这2个人玩的。惨了。对，穿破了没结婚呢。所以我这样讲，我讲这个故事说，雅尔达会议不是川普或是他旁边的人想象的那么容易。你除非是你有像史达林一样，你抽烟斗了，你有那个耐性，你有那个老奸巨猾，那你才玩得过另外那2个。普丁可是俄国人1000年传统下来的训练出来的老油条。KGB 出身的呢。那他不只是 KGB， 你要知道 KGB 不算什么 ，KGB 只是一种延续。那整个俄罗斯帝国最早是跟蒙古人玩的，那是从蒙古人那边学的。蒙古人，然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一路这种阴谋诡计，那杀人无算，那这种事情，他杀人不眨眼这种事情，在俄罗斯里面根本就是一个大帝必要的品质。所以普丁在玩人的时候，那很多人是玩不过他的。那你请问一下，你川普有办法吗？我很怀疑。哦，好，为什么我怀疑？当初这个叶卡捷琳娜大帝把克里米亚跟乌克兰平定乌克兰叛乱，把克里米亚拿进来的时候，他是把整个人口全部要么杀光，要么迁走，然后把俄罗斯的人全部都这样移进来。好，同样的事情，川普也提议过啊，加沙走廊，做得到啊？做不到啊？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他生在一个民主国家，那他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袖，差别，对不对？哦，他要面对国内舆论的压力，他不像独裁者啊，我要爱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的宣传机器怎么宣传就怎么宣传，我要怎么把黑的洗成白的，那我都有办法洗啊。那可是民主国家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可以压力感觉真悲观哦。我是很悲观啊，我觉得川普，可能自以为很厉害。我们现在世界上面对了3个老人，好，这3个老人都有，被这3个老人玩，这3个老人都有共同的某一种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很自恋，都觉得自己很行，好，然后都要恢复往日的荣光，然后结果自己就贸然出手。你看，普丁都贸然出手去打乌克兰，哇，摔死了。对啊，习近平我要建立什么2025，对中国制造2025，我要超越美国，然后自己又摔死了。好，然后现在是换川普了，川普也要美国再次伟大，3个人都要都要他的国家再次伟大，那到底谁最大伟呢？哇，这安尼听起来呢，讲一句长长哦，这安尼有得讲哦，但是 ceasefire 这项代志，咱顶摆咧讲的时阵吼。真侪专家讲一定会停啦，只是什么条件？我唔知议长，这谢老师你安怎看？第一个拄仔邝校长讲到3个老人的代志吼，我感觉川普敢若4当尔吼，所以伊的时间比别人较短。搁较短。所以伊敢会在做4当尔，所以伊较有急迫感。伊急迫感就是讲，安尼就叫看破骹手。对，看破骹手，伊第二任敢若4当尔。伊个想要讲，做一个伟大的总统，因为伊的偶像是雷根总统，伊想要做一个美国历史上上伟大的总统之一。伊也袂晓讲笑话。会晓食麦当劳。但是因为这时间的问题，你看，伊讲24小时100天，伊互家己一个时间的限制，时间限制就互迄个普丁第一甲算。第一就讲我提一个足悬的条件，你若无法度做到这，我就无爱甲你谈，吼。即摆就是讲谈判本来就是较长的过程，大家慢慢谈，慢慢妥协，你让我让，安尼就会使。毋过伊得到啥物利益？第一个就对普丁来讲，第一个就是讲，我即摆占领的土地拢爱算我的，克里米亚嘛爱算我的。这是上基本的。你嘴的肉搁吐出来。对，当然伊袂甲吐出来，一定讲这是我的。第二个就是讲，乌克兰你袂使加入北约。第三个就是讲，主权的问题，吼。这条件足悬的。乌克兰会使提啥物条件？无法度啊！因为美国叫你讲做啥做啥，伊讲无上少你嘛爱保障我的安全，安怎保障？就是讲北约国家，互你加入北约，伊讲惊着讲。30几个北约国家，会使做伙来对付俄罗斯。毋过这俄羅斯的条件，你无法度加入，美國嘛无同意。後來就講，
好啊，无你英国、法国，无就联合国安理会，无就美国派部队来保障我安全。啊，即马川普给你考虑啊，哦，所以即马大概是足难达成这啦。啊，毋过咱知影你讲到这雅尔达体系，还是雅尔达密约，还是讲三个大的国家就决定2次大战以后的格局。啊，毋过伫即个所在，啊毋那是全世界的格局。第一个就是欧洲的格局，欧洲的格局讲乌克兰后摆要安怎，伊的地位啊，东欧北约国家要安怎，这一个尔。啊，毋过咱知影。乌克兰这个所在只是川普一旗的一部分尔，伊重点伫印太伫中国哦，吼啊，所以即马普丁就看到这讲，好，你想讲甲我应付，啊，你要专心对付中国，啊，我就用这，我甲你应付，我就无爱解决这个问题。佮随着打电话互习近平。对啊，就讲我就无互你解决，啊，互你互甲中国伫遐不搞下，我会较渔翁得利。也是以你之人。你看，甚至讲。普丁拍电话互迄个习近平讲，哦，咱的俄中同盟是袂改变，啊，毋过这两个国家嘛有伊家己的矛盾，哦，所以即马川普想要利用俄罗斯跟中国的矛盾得到利益，啊，毋过无遐简单啦，啊，连完两个老人吼，可能会做伙甲创敌川普，啊，迄个上歹结果。即咱咧台语咧讲吼，你讲争笑的人嘛，甲你争笑倒来，吼。但是这国际政治吼，老实讲，这就是利益。那么有真侪人就咧开始咧想讲，即摆这乌克兰哦，内面哦10几岁这少年人有拢走出去啊呢，这个国家已经是破烂烂呢。啊，但要重建爱5000，我昨看到一个重建爱5000亿的美金啦。但对着这个国家来讲哦，流喙烂。但是伊钱要对倒来。这个中建嘛是一个大问题啊！现主时，因为我先啊讲中建，啊未认为也要停火，你就讲中建，因为有真侪人是带着这种想法，才会来加入这个停火，啊要饲落去讲嘛，应该是安尼才有利益啊。院长你安怎看？这第一唔拿即马即个川普的政府，伫咧政府拜登，其实乌克兰确实啊。这个战争结束了，伊的中建的这个大部分已经美国的大企业拢绑好啊，已经讲好势啊，所以咱即摆咧讲的是讲，这个战争要当时结束，但是迄个时阵已经决定战争结束了后，这个中建是啥物人要来处理啊，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无大，所以川普即摆想要互这个除了伊的任期是有限的，伊的要兑现伊的这个竞选的这个承诺之外，上重要的是，你的这个战争要结束了后，较大迄块肉较食会落嘛，就是战争结束了后，毋才开始重建。啊，当初迄个贝莱德迄个公司规个拢包起来了后，啊，你即马毋才会使开始进行讲你的重建，你要谈的物件，毋才会使迄利益，毋才会使入咧落地啊内底，所以这是第一啦，所以伊要。结束这个战争，唔那是伊家己的这个竞选的这个支票之外，上重要是美国的利益，爱对迄个时阵战争开始了、中建了，迄个利益才会使开始入来。无你啊，现主时间啊，会个了搁较侪钱啊。虽然伊讲我无要搁继续援助啊，但是你战争啊继续伫咧这个进行当中。啊，你的中间你就无法度这个进行嘛，吼，这我想这是第一。伊啊，第二，较多两个老师拢有去提到这个提讲到这个三个国家的这个问题啦，吼，这个问题，因为基本上重要应该是这个普京知啊，这个川普敢4年尔，所以是毋是要为着虽然伊态度真好，伊拢感觉伊对伊这个罗西亚的印象也真好，所以伊邀请这个罗西亚来互相来做这个谈判，但是伊的任期敢若4年尔，伊要为着这个这4年，短的4年，就交伊20年来交中国的这个关系要较疏远嘛，我莫讲长去啦，较疏远嘛，这其实本来就是需要考虑的。这第一，第二，美国敢若这个川普总统，你注意看伊的这个顶站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精英，其实对苏联对这个罗西亚的印象好足少的。啊，我川普是伫咧这个政治人物内底算足少的，所以伊的接班人是毋是会交伊共款？对这个罗西亚的印象真好，我想可能性是足低，所以我相信我知影普京嘛知影，所以
就是讲，伊为着这个川普这个人4年啊，交原来的这个中国的关系要疏远，这是毋是符合着伊的利益？我感觉这是一般来讲，你要因为安尼就疏远，我感觉是足假啦。所以，较早有老师话咧讲啊，这两个无定，这个罗西亚甲中国两个会联合起来。倒空啊啦！啊，我是感觉可能性悬，因为安怎？因为大家拢知影。这个川普伊上重要就是要甲两个战争，包括这个罗西亚甲这个乌克兰啊，甲中东的这个战争要甲结束。啊，结束了后呢，甲这个手这个有赢了后，较来专心来对付中国。啊，中国当然嘛是知嘛。啊，所以这个罗西亚会使伫咧这个所在会使甲伊扭掉的。啊，中国伊要面对美国的时间就退后啊嘛。啊，我较早嘛讲啊，我讲。这个罗西亚是愿意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伊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伊爱交美国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互伊的伫个地位，伊会使提悬，尤其是伫个迄个罗西亚的国内，伊对普京的这个地位会提悬啦。所以啊，佫会使趁这个机会来这个修这个弥补，还是讲会使互恢复这个罗西亚甲美国之间的关系，啊，是讲透过美国会使来。解除这个罗西亚的制裁，甚至和这个欧洲啊、日本啊、其他这个西方的国家拢解除对这个罗西亚的制裁，这开始这罗西亚要爱的趁这个机会会使解决这个战争当然好啦，反正拢是伫咧谈判当中的一个议题，但是我感觉这伫咧两国，就是讲罗西亚甲美国的谈判的倒定内底，这毋对。罗西亚来讲，毋是上重要，但是美国对美国来讲，伊是当然希望会使较紧甲即个代志完成。这是伫咧谈判道顶悬两个国家对即个战争是毋是要解决，还是讲这是毋是上重要、上大的差别的？是，咱他拢一直讲啊，这三个国家，其实欧盟咱来看，在这个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当中，真正会支援的帮战，吼啊出钱出力。那是真济，只是讲啊，伊就当天爱需要驾驶，啊一直甲买，吼啊有人讲无啦，你欧洲人你就是安尼十喙九尻川啦，吼啊而且你看德国，即马佫大选，佫选出来，伊伫社民党大败，吼变做第三卡。欧洲本身就无团结，惊东惊西，无法度通啊组织一个强有力的这力量。地书就普京看出，那有这种想法，有这种讲法的，我们家可以用兄弟安怎看？这个我们也要去理解一下欧洲了。欧洲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20世纪2次大战都是在欧洲发生的，死的全是欧洲人。丘吉尔在后来写2次大战的那好几本巨著哈。一开始就来写说，1次大战开始，从斯堪的纳维亚，一直到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脚跟，好，然后从东边从什么乌克兰的边乌拉山，一直到西边的这个英国的海岸，这个欧洲每一个家庭，都有人死在这2场大战中间，每一个家庭都受了战争的损害，那个是所有一整个世代，甚至好几个世代里面世世代代对于战争的恐惧跟记忆。所以欧洲人讨厌战争，不希望再有战争，然后甚至自己讨厌到后来是很多人连军事的东西，他都不要，能不要就不要。之前，北约的时代，在苏联解体的前的时代，他们还有一定的军力，德国、法国各种方面的军力都还不错。可是解体之后30年，他几乎把所有的武备都废掉，拢放弃，还拢放弃。然后是现在那些技术连找都找不回来。好，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他们美国在抱怨，说这个乌克兰一直在抱怨说155炮弹不够，美国开了一条生产线，美国原来一条生产线，一个月生产多少呢？生产15000发炮弹，可以生产15000发弹。美国又开了1、2条生产线，赶紧加开，现在据说可以生产到每个月5万发炮弹。但是俄军，
重要公事的时候，一天可能都打掉10万发，啊，这没乌鸡啊！那这个事情完全不当量啊。那德国一个月，它所有的工厂全开，大概生产2万发炮弹，那也是给乌军打一天就没有了，那晚上就休息了，那所以这个是什么？可是这个战争现在这样讲，川普指责欧洲的事情有一半也是对的。你欧洲人实在太不努力了。你想看，这战争不是昨天才开打，如果昨天才开打，起1个月前开打，你今天发生这种状况，我情有可原，你来不及。可是你打了3年了，那建一条炮弹的生产线，大概顶多1年到1年半。那你欧洲人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这个事情？即使你德国、法国、波兰什么比较大的国家，你每一个国家建立一条生产线就好了。那一个条生产线1个月生产2万发。你有感觉讲欧洲人较虚伪、较虚伪？是，那这个是他们自己要负担的状况，因为他们过去这些年，这几十年哦，70几年，他们就在做一件事情，叫经济学上它就叫做搭便车。好，我美国是一台大公车。我们经济学上不常有这个事情吗？对不对？我今天有一个福利政策，很多人就噗，想办法挤上这个车。有一个什么大专案，对不对？然后说中国有什么大计划，然后就噗，每个人通通都在去搞同样的事情，去搭便车。那欧洲人也是在做这个事，他只是在安全上面搭便车啊。美国有核子保护伞，美国有庞大的军力，美国有非常大的军工复合体。好，那么我欧洲人只要搭他的便车就好了，尤其是在这个后冷战时代，全世界没有什么仗可以打，我们专心做生意就好了，大家把钱分一分，就可以了。我养军队干什么？所以那个已经习惯了，你懂意思吗？已经变成一代人的一个习惯，所以要叫他调回来，他在这个俄乌战争3年中间，他完全调不回来。但是川普骂欧洲人有没有骂错？说实在话，没有骂错，但是政治上面，然后外交上面。不能这么弄啊，不能这么弄啊，你这样子把人家羞辱到底了，你说你以为是你那个什么禅宗的禅师给你当头棒喝，听起来敢若一个黑社会老大要甲人拍歹笑，我甲你拍歹笑，来，这个歹笑吼，我爱拨2成3成互我才通甲你处理安尼。对啊，那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对，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瞧的。好，可以，所谓可以瞧，说你骂他，或你修理他一下，或者是你在背后你去跟他欧洲先瞧好，有个提供一方案。简单的讲，我再讲一件事情就好。为什么我一直在讲说这件事情是老大？大家想象一件事情，去回想，或是去找一个东西，叫做官员之战，对不对？好，就是这个德川家康上位之战，对不对？德川家康是东军。他的双方西军是石田三成，石田三成也是，他是要继承这个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死了，然后维护丰臣家，可是他去调动各个诸侯大名的方法是什么？威胁利诱。你不来，你给我试试看，不来我就拿你怎么样，巴拉巴拉，然后大家都来了，可是德川家康呢？大家以前老朋友。我们多少年前，看我们认识30年了当年我们在哪个仗一起打过，巴拉巴拉，就双方一交战开始，石田三成那个西军全部都在逃亡的逃亡了，不动的不动了，叛变的叛变。所以当你要去操作一个联盟体系的时候，你不能一直在用那个霸道总裁那一套，然后一直威逼利诱。你可以告诉大家说，拜托你欧洲你骨头硬点好不好？你努力一点，这是你们欧洲人的战争呢，你是有能力的呢。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逼他，你可以要求他，但是你要好话说尽。这个我们大家做过这种政治工作都知道，当面不要把话说破，当面说好话，背后加毒手，对不对？好了，背后我关起门来，我怎么骂你都没有关系，但是表面上面绝对不要弄破。弄破了以后就麻烦大了。是，算了，我讲到就是上场
你来看川普即个所谓的即个川普主义啊，真正敢使会行，在其他的所在看起来，哦，有的人真甲芳啊，但是伊国内哦，我今日看到即个哈佛的最新的民调啦，24号甲做，甲讲吼，其实美国人本身国内完全无咧想你外交安全，我关心你外交只有3%啦。所以伊要安怎创，其实美国人本土的人是无咧关心的。但是对着中国本身的即个你若创了中国有通有生意，通做要产业要 American Great Again， 这因就感觉50%几拢在赞成。所以这敢会对伊做外交有影响？应该是安尼讲啦，伊的目标是成为上伟大的总统之一嘛吼。啊，你要做上伟大的总统，你讲要互美国更较伟大，当然第一个是内政。内政就是讲，伊感觉拜登做了无好吼，牺牲国家足侪利益，伊即马要安怎甲美国利益带转来？啊，第二个就是讲，你成为伟大的国家，除了内政以外，当然嘛是外交。啊，伊若是会当解决即个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啊，会使伫和中国的竞争当中维持一个优势，互中国袂使挑战美国，也是超越美国。伊嘛会使算成功。对，安尼就算成功。啊，毋过则爱用足幼路的手段来做。第一就是讲，你安怎处理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你毋通处理了，后面国家甲你分裂，还是北约国家无爱插你，无信任你啊？煞来这印太国家讲，你伫乌克兰战争是安尼，我安怎信任你？我大家拢靠家己，拢不爱靠美国啊，美国就无信用啊。啊，伊要安怎做一个伟大的总统？这就是惊讲吼，变做乌克兰效应，看到一个国家去用放杀，大家马上就想讲，哇，咱台湾呢？对啊。哦，你台湾要安怎？但依照你安怎看讲，哇，这那乌克兰若无好啊处理，这台湾人对着这美国的这个议论啊，是毋是更较多？我想吼，这个第一阶段当然因为强势的这个介入啊，这个谈判啊，要互这个伫咧川普的头壳内底是要互较紧，在伊家己规定，伊家己的迄个时间内底结束，所以伊第一阶段伊会安尼做，但是确实若讲出有一个结果了后，我想不管是讲了后的即个结果，互欧洲看还是乌克兰看，伊应该还是会摕回看，但是摕回看这是一个礼貌上啊，伊会使讲啥物话，第种会使改内底的啥物条件，这就无一定啊。就是讲我讲了，我大部分拢讲啊差不多啊，我甲这个条件，互你欧洲乌克兰看，看了后你当然你有意见啊，但是你的意见啊小可。对方比如讲，罗西亚同意，会使修改，但是也无同意，歹势，你变成讲，你搁互迄个谈判的过程搁较延长啊，川普肯定就无法度同意啊，因为这是伊交即个罗西亚讲好的即个条件迄个时阵安尼算欧洲有参与无？有啊，你有看到啊？但是你有讲话的机会无？我看讲话的机会可能无大，真少，对啊。所以这个。马克宏走去美国，刷来英国的首相走去美国，可能也时机上慢个。唔是讲上慢，因为最后有一个点，就是对于咱一直咧讨论讲，到底即摆已经无咧讲即个乌克兰是要加入即个北约，是讲即个部队是毋是爱派去即个乌克兰？啊，伊较多对即摆大家是讲，伊讲啊足含糊的是讲欧洲的部队，啊欧洲的部队是包括是。北约国家的部队嘛，还是欧洲内底是中立国家，还是讲毋是北约的即个部队？这还有即个会使讨论的空间嘛？是敢若讲欧洲的部队会使参加欧洲之外的部队会使参加无？这才是重点嘛？对啊。伊甲讲欧洲的部队这当然就是大家拢会通啦，就是讲大家拢有一个台阶下嘛，有抽屉空间。对啊，无你法国总统走去甲。白宫内底你拢啥物拢无啥物互相会使同意的，无啥物互相双方拢会使同意的，即个条件安尼，即个马克宏去要创啥？伊有讲法国会使派部队去啦。有讲啊吼，伊直甲拍伊个骹头，我看了实在是，来，开用兄吼，你安尼看吼，咱台湾真侪人会样看样哦，台湾即摆如何自处？
看到讲哦，咱尤其大总统讲，我这国防的经费要到 GDP 的3%，安尼如此吗？这个，我觉得是台湾要小心了。其实去年川普快要选上的时候，我就很多人都说哦封川普，然后变成川粉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警告说，你小心，他可能选得上，但有可能把你弄死。然后他选上了以后，那我有很多在那边以美论啊或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大家慢慢以，好，那个以美论是川普自己造成的，不关我的事。现在全世界都在以美，好，都在移川。好，那么我们要不要帮他洗地？不用，好，我们也洗不了。好，那么但是我们要小心点，好，因为他可能最后他不会把台湾卖掉，好，但是呢，他会把自己搞死，好，把自己家里搞烂掉了。我们在前方顶着好好的，结果后方嘛打烂了。那这个我怕的是这件事。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川普的，我们不要形象一点讲，川普脑袋的。里面有人说他是孤立主义，不是，他不是孤立主义，他是，我觉得他比较接近19世纪末、20世纪初，好那一种，我们以前看那个摩根索的那个国际政治学的那一种，那霸权主义或者是威望主义的这种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在他图谱里面，我美洲是一个，你要想象。它的全世界，它就是一只美国鹰，展翅在那个地方。那我的主体就是美洲，所以我美洲不容人家来侵犯。对，好，你这个巴拿马运河，哎，是我的大动脉，哎，你把它给老公掐住，我怎么受得了？啊，所以美洲不容人家来碰。但是它的两边呢是什么？它一边叫太平洋。西太平洋防线，好，就是第一岛链台湾这边，然后另外一边是什么？是欧洲，整个欧洲边缘的，然后这个防线或国家。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就把大西洋跟太平洋扣住了，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海权国家。那海权国家欧亚大陆，里面的事，你们欧亚大陆自己去解决，我不爱睬你，你不要来弄到我就好。但是你到海上的事情听我的，然后那个你不听我的，我们大家就翻脸。那么台湾位在这个位置呢，在一时半刻中间，不会跟乌克兰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实在太遥远了啊！那个乌克兰就是一个欧亚大陆的中心，美国人要走到那边是走几千公里。我可以很坦白告诉各位，如果没有算错的话，没有记错的话，当初美军要送一吨补给品，一个吨弹药到这个阿富汗，它的运输费用，大概要比它那个弹药价值要高好几倍。乌克兰也一样啊，它千里迢迢哈，对啊，把它送进去，那根本就美国是边际利益，我们叫做边际利益，那个很边缘的东西，它可以牺牲的。但是如果这个台湾不但是这样子，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将军会允许我这整个西太平洋，我一条防线建在这边，我的中央被人家拿走了，那我这条防线不就破了吗？南边北边都完了。所以他允不允许这件事情，其实任何一个稍懂军事人都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所以台湾暂时还可以得到一点安全的保障，因为台湾的利益等级对美国来说，对利益等级要比这个乌克兰高一阶。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大家不要忘掉雅尔达体系是什么？雅尔达概念是什么？就他只跟大人谈，你们小孩子都不要来，你们手中没有牌。如果我把台积电拿走了以后，请问你台湾还有什么牌？没有牌啦。然后第二个，我跟台湾谈，比较好，还是我跟习近平谈好就好？所以他有没有可能把他？我觉得在川普的概念里面，可能把习近平视为雅尔达桌上的一号人物，所以他们要弄死他。好，然后但是呢，他会不会牺牲台湾？他暂时也不会。但是我们不要太这个什么川粉，也不用川黑，小心谨慎应对，不要像泽伦斯基一样动不动不小心哇俩拱了，是啊。
但是迄主动性爱在哪里呢？迄主体性在哪里？我先和洪兄啊，你来讲。是，这主体性吼，我是感觉讲，领导人，这个国家领导人，啊，处于讲一向侵略的时阵，向拍的时阵，你也无迄个把握吼。你对你个国家的实力无迄个把握的时阵，你找外口的力的时阵，你也想清楚，你也想清楚，毋是讲完全无效。以大国来讲，发生战争就表示讲，这个所在权力吼无平均嘛，无平均嘛，所以佮来抢这个所在嘛。其实背后，乌克兰背后就是两个大集团咧救，西方一个集团，啊，俄罗斯佮一个，罗西亚佮一个集团。但是西方嘅集团内底无团结啦。欧盟甲北约无代表美国嘛，啊欧盟佫无等于北约NATO，所以各自的利益看伫乌克兰这个所在，看咱讲乌克兰出来人都无共款，叫做不对啦。对，伊一开始就想讲吼，我拢欧洲，吼我救欧洲，欧洲可以用北约来救美国入来。啊，当然啦，对拜登这个。多边主义的人来讲，伊想讲，对啊，我这套是我适合耍的啊，我时间咧耍嘛，自我少年耍到大拢是啊，看这个，啊去解决吼，表示我都做仁义的吼，我做道德的，啊其实时间是济人吼，十嘴九尻川啊，对啦，啊三个花想啉无水，嘿，啊结果死的是死队友啊，毋是死你欧洲人、美国人啊。啊，那坑在咱台湾的，坑在咱台湾的问题就一只，咱台湾过去已经咱二次大战结束80年吼，咱若个唔对对的方向吼，佮想讲变怎要来变局、变向，要来找中国，安尼完全唔对。其实对美国来讲，台湾即摆利益吼，对伊来讲较大，啊负责较少。对商人、对川普来讲，其实伊是商人无毋对，但是伊是有理念的商人。只是伊的理念，毋是讲8成的美国人支持，是头6成的人支持。所以这是伊的问题。啊，像朋友讲讲真好，咱莫对川普吼对甲讲伤过头。伊较极端的讲法吼，咱无一下拍生惊讲，我马上甲美国安怎？毋是，伊是一段惯势吼，你要去编吼，伊。30年前吼，接受迄 Playboy 杂志专访的时讲的共款，迄拢兑现啦。伊讲的想法，到即摆都无变。无变。伊就讲，我有当时会讲较夸张诶，吼，我会讲较歹人，我顶下做歹人，但是我嘛可能是做好人，看情形。这惊就是惊讲这面恶心善吼，但是咧善良的这个想念头。我补一句吼，就是讲，川普对台湾人讲，咱即摆有一个 case 已经成立吧。咱讲讲预算，伊一开始甲咱批评讲，恁无决心吼，要保卫家己，爱5%，咱结果讲大总统开高层会议了，讲3%，先努力看卖，对方马上写入去伊的政绩内底，表示讲有肯定，表示讲这过程会是会使参详的，咱来了解这点。但是我也是想讲，若是真正有危机发生，尤其对方吼。伊抓到这个时机的时候，伊甲你插落去是咩？其实台湾的价值会使分民主、科技甲经济，啊，这3项来讲，对川普来讲，伊嘛是。